香港嘅商標註冊處係全世界最早成立嘅同類型機構之一，佢見證咗香港百幾年嘅經濟發展，有唔少嘅商標已經伴隨咗好幾代嘅香港人一齊成長。由1940年創辦到今時今日咧，已經喺全球73個國家咧係註冊咗嘅。商標咧對於一間嘅公司咧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財產嚟嘅。每一年我哋用喺註冊同埋保護商標呢一方面嘅費用咧，超過200萬港元嘅。香港嘅知識產權方面嘅教育其實做咗好多嘅功夫，亦都做咗好好嘅。消費者都係認商標就多過認公司。會計學上咧係叫無形資產，間公司係賺錢嘅，咁當然佢嘅商標就會值錢啦。保護佢咁嘅時候，最好就係去註冊咗佢啦。想人哋記得你嘅商品或者服務，就要有一個好嘅商標，幫個嘜頭做埋註冊，加強咗法律嘅保障，就可以放心大展宏圖啦。你買一個產品咧，好多時係睇信心，品牌都非常緊要啦。一個歷史悠久嘅商標咧，可以轉化成商譽啦。而一個好嘅商譽咧，係公司好緊要嘅資產嚟嘅。一個商標咧可以用好耐嘅，我哋70幾年已經橫跨咗2個世紀噶啦。我哋就唔會吝嗇喺世界各地咧註冊我哋商標，咁樣先可以保障到我哋喺世界各地發行我哋嘅商品噶。一個歷史悠久嘅商標咧，係俾到消費者信心啦。香港係一個國際嘅大都會，若果市面上唔係充斥住啲冇牌嘅貨品咧，對香港嘅形象嘅提升咧係大大有利嘅。